好，大家好，歡迎嚟到巴財。咁首先咧一齊復盤，今日嘅指數咧震盪回落，成個恒指咧就已經係止步3連升。直到收盤，恒生指數跌咗 0.33%， 報喺 26,346 點。早盤嘅時候咧，最高嘅時候咧就觸及咗我哋嘅呢個 26,519 點之後咧，逐步回落。除咗呢個恒生科技指數咧，就走得更加差些，跌咗 1.26%， 啱啱險守6000點呢個位置，報喺 6093。除咗呢個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嘅。全日嘅成交額咧，亦都係出現咗一個萎縮嘅跡象噶啦，出現咗萎縮嘅跡象。VOL 量能咧係大概係喺呢個24,027億港元，較前一日咧略為之縮量，板塊呈現個分化嘅跡象。金股尤其係黃金受國際金價嘅下跌咧拖累領跌為主。呢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嘅，赤峰黃金跌咗 6%， 靈寶黃金咧跌咗5個幾%。基本萬國紫金呢一類咧都係跌幅走弱嘅。除咗呢個，我哋都可以睇到消費股亦都麻麻地，無論係體用品定係咧飲食消費娛樂，都同步咁走弱咗。安達體育、李寧咧就跌喺前面啦，基本上咧都係超過4%嘅。與之相對嘅係咩咧？就係相對嚟講，基建、電力同埋咧高息分紅之一類嘅咧，就相對抗跌少少。銀行股，比如話啦，匯豐、五號仔逆勢提升，同埋渣打，渣打都係咧逆勢拉升嘅。成個節奏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嘅，本地港股又係銀行股咧逆勢走強。新股咧亦都有表現喎，比如話啦，01384迪普科技上市首日大升 150%， 06980白馬茶葉咧都有表現，白馬茶葉咧就係一個消費股嚟嘅，科技股咧大多數都係調整，無論係芯片半導體啦，定係機器人啦，都係一個弱震盪為主嘅。而中芯國際咧00981就回落 3.26%。理想、蔚來、小鵬咧就係分化，理想咧就跌得比較多啦，小鵬咧就係反超 2.66%。 點解會咁樣呢？係因為汽車股銷量嘅唔同，理想汽車嘅銷量咧弱於小鵬，更弱於蔚來。暫時嚟講咧，小鵬汽車喺今季度嘅呢個銷量咧好於理想嘅。回歸到技術面，我哋可以睇到嘅恒生指數日線級別收出咗一條大下影線嘅呢個小陰燭，未能夠企穩 26,500 點嘅整數嘅關口，依然處一個5日均線嘅呢個，我哋睇翻個5日均線，綠色嘅呢條咧就係5日均線但係依然處於一個5日均線嘅上方，整體嘅支撐咧相對比較強。
霸財嘅指標追擊手依然係一個黃帶，但係黃帶嘅呢個格局咧收勢收得好犀利，亦即係話啦，多頭嘅動能咧急劇咁減弱，短期嘅支撐慢慢削弱咗。咁莊家抬轎轉入有莊，有莊嘅幅度同冇莊冇乜區別。整體嚟講咧，多頭咧唔算太強，多空之間咧反覆咁掙扎，空頭嘅動能喺三線出擊裏面咧慢慢溫和嘅釋放，三線出擊條 Q 線咧偏弱回落，所以整體行情咧未進入呢個強勢區間，依然維持一個弱勢震盪嘅呢個格局嘅。由指標嘅角度嚟講，我哋依家嘅恒指走得唔算太強，亦都唔算太好，偏震盪回落，冇具體嘅方向。呢個咧係因為市場冇新嘅熱潮，冇新嘅熱點影響嘅。但係 A 股方向咧就走得比較強勢啦。A 股上翻到4000點，短線嚟講，成個行情咧表現強勁，具體嘅一個區間咧，亦都係維持一個震盪嘅格局。咁我哋再睇翻恒生指數啦，恒生指數目前咧回補咗我哋呢個位置一個裂口仔，呢個位置係一個裂口仔嘅，有個裂口仔回補咗，差唔多咧都係險守呢個關鍵嘅心理位嘅。成個市場咧係對目前嘅呢個短線嘅走勢咧偏悲觀，認為仍有繼續回落嘅呢個動能，所以定義個指數咧偏弱震盪嘅幅度咧係比較大少少嘅。咁喺國際商品同政策方面 ，SAU 國際金價自從44,300點呢個位置回落咗之後咧，盤中一度跌穿3900盎司美金一美元。有花旗嘅銀行咧就下調咗0到3個月黃金價格目標價到3800點，直接壓制咗黃金股嘅呢個情緒。同時貿易局勢嘅溫和啦，削弱咗避險嘅需求。黃金 ETF 周一創6個月最大嘅單日嘅減倉。內地嘅政策亦都開始轉風啦。亦即係大家最關心嘅係咩呢？15規劃，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第15個5年規劃嘅一個建議，明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提及金融17詞，同埋咧對於科技立國咧，即係推動科技嘅一個發展咧，更加之頻密，直接提振咗科技股嘅信心。咁呢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啊，科技股裏面咧，機器人係拍馬當先，似地平線機器人、速騰最創同埋咧優必選等，都係科技股嘅龍頭兼核心。目前嘅機器人咧，由10蚊呢個位置咧跌到7蚊幾，屬於比較大嘅一個回落嘅，屬於比較大嘅一個回落。正常嚟講咧，如果我哋以長線嘅角度嚟睇待機器人概念股，目前嘅行情咧未見明顯嘅呢個停止拉升，反而係一個蓄勢二次向上波動嘅呢個方向。個股嘅呢個衝高之後嘅回落咧，喺8蚊呢個位置尋求咗一定嘅呢個支撐。支撐嘅力度亦都有力咁推動機器人咧有望再度反彈向上。同時霸財嘅指標呢個位置都出現咗藍轉呢個黃嘅，藍轉黃。下方嘅武裝控盤咧亦都
縮細減弱，有助於推動個股或者咧指標走強。3線出擊 Q 線咧已經升穿咗50，所以總體嚟講可以見嘅係咩咧？就係我哋嘅呢個機械人概念股咧係有望走強拉升，儘管個股嘅表現未見明顯嘅呢個衝擊，係因為指數咧偏震盪回落但係個股行情裏面咧依然有望二次繼續向上走。咁除咗機械人概念股，我哋仲結合15規劃嘅核心方向同港股嘅市場特性咧，建議大家重點佈局綠色經濟、科技創新同埋高端製造3大主線，同時關注政策支持明顯、技術壁壘高嘅細分領域。以下咧係策略嘅一個具體同埋標的嘅分析。第一個，煤化工嘅升級同氫能革命嘅雙輪驅動。15規劃裏面咧，煤炭股亦即係我哋嘅資源股繼續走強。現代煤化工咧就高附加值嘅開發同埋氫能技術，比如話1907中國信陽集團咧係全球最大嘅焦炭生產廠商，佢喺煤化工產業鏈佈局完善，通過煤爐嘅煤氣咧製造呢個氫能，同埋咧精細嘅化工，所以氫能未來5年嘅利潤率複合增長率又可以達到15%以上。疊加下方嘅指標，技術面裏面股價長期處於低位，兼且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嘅呢隻股喺呢個製造業行業裏面咧係一個龍頭企業，技術面指標出現咗藍色轉黃色，藍色轉黃色，莊家抬轎咧係冇裝轉有裝，3線出擊 Q 線拉升衝上50，指標嘅角度係延續一個強勢嘅一個狀態同埋趨勢嘅，所以咧喺呢裏面隻股咧依然有上行嘅動能。0171兗礦能源，煤化工同新能源咧雙輪驅動，旗下嘅煤製氫嘅產能咧佔咗全國12%，並且有望收購榮順化工，切入高端聚稀氫領域。呢裏面咧可以睇到係咩咧？成個兗礦能源嘅呢個波動咧係比較明顯嘅，但係目前處一個高位回落嘅狀態，唔係話隻股唔得，係隻股咧目前有一個回調嘅一個動能，所以我哋適時減倉，等待回調結束，喺下方呢個位置咧行二次拉升15規劃裏面咧將氫能列為未來嘅產業，港股中具備綠氫製儲運嘅呢個全鏈條企業咧值得關注，比如話00467聯合能源集團同埋0186中廣核電力，佢屬於核能製氫技術裏面嘅領先企業，基本上咧喺廣東遼寧等地咧建設咗百萬千瓦級嘅一個核能製氫嘅一個呢個基地，所以呢裏面綠色能源會推動相關個股嘅上行。中廣核電力咧有望走強，所以咧氫能技術、氫能源嘅呢個波動咧可以推動個股走強，所以呢裏面我哋都可以繼續關注0186。好，頭先講咗啦，0186由於氫能企業嘅領先同埋咧氫能呢個行業嘅呢個走強咧，會加速個股嘅呢個波動。咁我哋睇到0186聚焦海外嘅呢個氫能嘅項目咧，同埋咧疊加技術指標波動。技術指標走強嘅呢個波動咧點睇出嚟咧？第一，我哋可以睇到追手指標藍帶二次轉咗黃帶，藍帶二次轉咗黃帶。同時咧莊家抬轎下方嘅莊家抬轎咧都有一個主力出貨嘅呢個跡象，但係有望進入有莊盤。3線出擊 K 線咧喺50之上，所以由動能嘅角度嚟講咧，依然有強化或者走強嘅呢個機會。
機會。所以指標，尤其係技術指標嘅呢個走強咧，可以推動個股嘅呢個波動。咁喺科技創新領域，除咗睇頭先講嘅一個氫能，我哋仲可以睇翻科技領域嘅呢個部署。全球基礎嘅一個 AI 算力爆發咧，可以睇到以光模塊啦、數據中心等細分領域嘅龍頭咧，將顯著咁受益。比如話啦，中製、聚創同埋咧萬國數據等等。萬國數據咧係中國最大嘅第三方數據運營中心，同英偉達合作建設 AI 超算中心。2025年上架率咧可以達到 85%。公司喺長三角大灣區佈局熱冷數據中心 ，PUE 低至 1.15， 滿足大模型嘅訓練高算力需求。咁喺呢裏面可以見到相關嘅呢個證券行咧都有上調萬國數據嘅呢個目標價52.8蚊，維持買入嘅評級。美銀又發布研報稱啦，由於中國數據中心嘅需求前景改善啦，加上國產 AI 芯片採用嘅速度加快，上調咗萬國數據09698港股目標價6%，由49.7港元咧升到52.8。萬國數據目標價咧就由50.6蚊升到53.8蚊，投資嘅評級咧係維持買入嘅。該行仲表示咧阿里巴巴咧將會喺2025年度推動貨幣嘅計算，所以咧美銀上調萬國數據2026年到2027年嘅 EBITDA 嘅預測咧由1到3%。點樣去解讀美銀嘅呢個研報咧？事實上嚟講，就係呢隻股由於佢嘅呢個動能非常之好，業績非常之強，所以咧喺疊加市場炒呢個AI 數據嘅時候咧，個股有基本面嘅利好，有行業嘅利好，更加有技術面嘅利好。點睇出嚟佢有技術面嘅利好咧？追手藍帶轉黃帶，莊家投記咧即將出有莊盤，三日出擊都升穿50。所以喺指標角度裏面咧有反彈嘅潛質，大家都可以關注呢隻股票。除咗呢個咧，高端化工材料進口嘅替代咧，比如話啦 POE、EVA 等新材料國產替代加速，港股中具備技術突破嘅企業咧有望享受溢價。比如話02136同埋咧福萊特玻璃6865，光伏玻璃同埋咧氫能材料雙輪驅動。呢隻股咧通過收購金德氣體切入電子特氣領域。公司仲規劃喺安徽建設10萬噸嘅電子級多晶硅嘅項目。喺2028年咧將會打破美國德雅克嘅一個壟斷。由資訊我哋都可以發現嘅第二季度福萊特玻璃咧規模6.3億呢個元，同比減少 50.79%。呢個點解業績減少依然會處於一個強勢突破咁嘅狀態咧？好簡單，因為光伏領域咧今日咧喺市場裏面出現咗一個消息，就係光伏 ETF 咧大幅走強。原因都有一些嘅，內在嘅公告顯示第三季度咧營收47.3億，同比增長21%，環比增長29%，規模淨利潤係3.76億元嘅，同比就扭虧為盈，環比增長143%，業績超預期國金證券咧就發布研報稱啦，第三季度實現嘅係咩咧？超期收入顯著測算咧，公司光伏玻璃嘅出貨量咧提升咗。公司第三季度咧會加速去呢個庫存並且可以將呢個庫存嘅餘額咧由庫存嘅呢個金額轉成營收所以喺呢裏面可以見嘅福萊特玻璃基本面完全有望再度走強發散向上。
咁啊，技術指標裏面咧都出現咗狙擊手嘅藍帶轉黃帶，武裝即將轉右裝 ，Q 線咧喺呢個升穿50。最後面想同大家介紹嘅，亦即係同大家拆解嘅就係我哋嘅高端製造、工業武機同埋機器人技術嘅突圍。工業機器人咧係15規劃裏面嘅技術攻關嘅重點啊。咁啊，我哋都可以睇到00669全球嘅電動工具龍頭，旗下嘅 Maxwell 咧市佔率佔到全球第2。通過收購德國 Flex 公司咧，進入咗工業級機器人領域，開發嘅協作機器人咧已經應用喺3C 製造啦。預計2025年機器人收入咧會佔比提升15%。咁啊，除咗呢個咧，就2039中集集團亦都係高端機器人嘅呢個製造公司啊。咁啊，但係佢唔係直接製造嘅，佢係製造咩咧？相關嘅呢個機器人供應呢個產業供應鏈嘅裏面嘅呢個供應商，比如話伺服電機減速器或者咧係一啲相關嘅呢個零部件。OK， 咁我哋都可以睇到最後面咧就係一個主機，就係頭先講嘅我哋嘅地平線機器人。地平線機器人咧已經有證券行啦開啟咗對於佢嘅一個長期嘅應用，比如話啦，高盛就發布咗業務稱啦，維持地平線機器人嘅買入評級，上調1蚊相當於企業估值咧對應嘅28倍。主要原因係咩咧？因為地平線旗下嘅征程6平台咧喺呢個新車裏面應用，比如話啦 J6P 應用喺奇瑞汽車 ET5 J6E 係應用於呢個上汽 Matrix 4530 J6M 咧係長安汽車等，實現高速智能自動駕駛功能。由於呢間公司提供嘅全方位嘅機器人芯片平台解決方案咧，涵蓋咗唔同嘅價格區間啦，所以對於客戶需求嘅軟硬件嘅呢個總額需求咧，該行咧對公司出貨量嘅增加咧持一個樂觀嘅態度，亦即係話啦，地平線機器人嘅銷售額咧係有望提升或者咧轉強嘅。咁除咗呢個啦，仲有咩仲有優必選優必選都係咁喺資訊欄裏面打開，我哋都可以睇到嘅。目前嚟講，優必選咧係攬咗一個10億嘅接近呢個過億嘅大單。比如話啦，據優必選嘅公眾號披露，10月16號，優必選中標廣西巨新智能數據採集同測試中心嘅呢個設備採購同安裝嘅訂單。訂單金額達到1.26億。基本上嚟講，優必選咧已經獲得咗超6.3億嘅一個訂單。東方證券認為，國內外人形機器人嘅龍頭公司咧，共同推動之下，行業有望喺明年進入量產階段。其喺量產階段嘅今日咧，該行依然認為呢間公司具備以優秀嘅呢個製造同管理能力，所以咧推動優必選同埋咧呢個地平線機器人走強。技術指標裏面，我哋都可以同樣發現佢哋嘅，就係佢哋嘅技術指標咧，都出現咗狙擊手嘅藍帶轉黃帶，武裝呢個位置武裝轉右裝，3段出擊 Q 線咧有望回落升穿50，所以咧整體嚟講，技術指標都走強走好嘅。OK， 咁我哋一齊總結今日嘅呢個分析。第一個就係恒指，雖然話弱勢調整回落，但係咧未見明顯嘅呢個走壞同走差，有望繼續向上衝擊。第二個就係話啦，由於15規劃，大多數呢個行情咧或者係板塊咧都有望走嚟比較好嘅呢個政策刺激。咁呢裏面我哋頭先就同大家講咗啦，由機器人開始，機器人裏面嘅地平線機器人啦、優必選啦，同埋咩咧？同埋呢個同埋頭先同大家講嘅呢個創科實業00669都係唔錯嘅呢個個股，唔錯個股。咁除咗呢個啦，我哋仲有高端化工嘅
比如話06865福萊特玻璃同埋咧有呢個 AI 數據嘅，比如話09698萬國數據，同埋氫能源嘅，氫能源咩啊00467，同埋01816最後咩咧係煤炭化工就係01907中國信陽集團都唔錯噶，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呢啲一類嘅個股咧係本身嚟講有呢個利好嘅支持最後面我哋再講翻嚟呢個指數就可以即係對我哋今日嘅分析咧做一個收尾。可以清晰咁睇到霸財指標咧喺我哋日線級別裏面咧移動得比較明顯，將呢手藍色轉黃色，黃帶代表多頭嘅動能咧，令到我哋嘅指數咧想跌唔落雖然佢話有呢個壓制，但係咧壓制嘅呢個動能咧被技術面裏面嘅呢個資金咧分化咗，所以佢跌唔落去。目前26,150點到26,250點呢一個位置咧有明顯嘅支撐大家可以關注下呢個支撐。下方嘅莊家抬轎指標咧，亦都係一個多頭動能比較清晰嘅呢個位置有莊控盤嘅紅色嘅花咧漸漸出咗嚟3線即 Q 日線咧喺呢個位置咧都出現咗呢個波動50之上，